离婚？你有私生女啊？我自己还没成熟呢。那你喜欢收集裙子？我现在才发现，我错了那么多，而且那么傻。丽华，原来他在你心里那么重要。我和峰峰刚认识的时候，穷困潦倒，一文不值，全都是他在养着我。有一天，我们去商场，峰峰看好了一条裙子，当时我没有钱，他就说不好看，不要了。峰峰说，他想要一个大大的书房，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。现在有条件了，我就想尽量完成当时亏欠他的。我跟峰峰共患难过，但没有共富贵过，所以我看到漂亮的裙子都会给他买下来，就是想有一天能把这些裙子都送给他。他真幸福，也真令人感动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男人讲自己的心里话，真的。丽华，丽华，芬妮，对不起。姐姐，我今晚去哪里啊？姐姐，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那你以后还害不害人了？使不使坏了？现在人都好凶的，都是他们欺负我，我不敢。看在你诚心悔改的份上，就先住在这儿吧。但是你要自己劳动，你要工作，只有自食其力了，才没有人会欺负你，知道吗？谢姐姐天恩，只要不让我坐台，快起来，干什么都行。男人是不可以下跪的，男人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与双亲。姐姐说的对，我听姐姐的。那你先休息一下，明天带你去找工作。哇，穿的好骚啊！怎么不穿你的龙袍啊？你今天也很风骚嘛。哎呀，服务员，嗨，你好，帮我要一杯猫屎咖啡，谢谢。好的。找我来干嘛？你的咖啡，谢谢。这么神秘，不会是一坨黄金吧？这么多钥匙啊！这个不是我们合租的钥匙吗？你还记得啊？我以为你都忘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。你给我这个干嘛？这是我所有房产的钥匙，应该有你的一份。还记得我们刚来这个时代的时候，我们租的那个房子，你也知道我已经买下来了。后来你又新租的那个房子，我也买下来了。还有里面那串大的，是新别墅的钥匙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李欢，你已经给了我200万了，我不能要你的财产。你必须拿着。你是傻吧你？
只有你的妻子才可以共同分享你的财产。除了你，没有人可以共享我的财产。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别自作多情了好不好？我们是合伙人，当然有一半的资产是你的了。我的妻子只能分享我的那一部分，你的那一份不会这么大方，也想跟我的妻子一起分享吧？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你就都拿着吧，我太粗心了，万一哪天找不到了，那怎么办？对了，我还想问问你呢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啊？我想自己做一笔小生意。一家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保持经济独立，不想让他母亲瞧不起我。明白，这叫体现自我价值。对了，我看见肖兆业了，现在住在我家里。他们几个人从夜总会跑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被富婆折磨得受不了了，所以就从夜总会跑出来了。天哪！还好我当初没有失足。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收留了肖兆业，其他几个人都走散了。李欢，我想把他们找回来。想想我刚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害怕。他们几个也不容易啊。哎，我突然有一个小想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讲，无论你讲什么，朕饶你不死。我想，我能不能开一个小餐馆，然后让那几个小暴君都来给我打工？早点睡吧。啊，再喝最后一杯，不喝了，都再喝最大。后一杯。啊，走吧，回去休息吧。Give me five。芬妮，对不起。其实我就是替我的好朋友试探你一下，没想到你还挺坚定的嘛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招待，我先休息了，晚安。晚安。
芬妮，对不起啊。别说对不起。其实，这些天我还挺高兴的。只是，我也是个骄傲的女人，我不能忍受一个男人爱别的女人多过爱我。之前，叶波放弃我，是因为家里的人，这一点我还算能勉强接受吧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我不可能就这样惨败给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，我决定放弃你，找更适合我、更爱我的男人。那祝你早日找到爱你的那个男人。希望如此吧。就算找不到也没有关系，我还有我的事业呢。我的经纪人已经给我签了几个广告，还有个大制作，是陈姐投资的那部戏。我已经把我的经纪约全都转到她的公司了，挺好的，我觉得。那这正是你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啊！祝福你。我喜欢并且热爱我的事业，我一定会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李欢，我走了。你要记得，我永远都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会的。对冯峰，我还挺羡慕嫉妒恨的。羡慕也好，嫉妒也罢，那个蠢女人远在天边呢。李欢，叶家我是见识过的，你一定不要放弃，继续加油。芬妮，以后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我会的。那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妈，叶哥哥，佳妮。妈，您的脸色不错，怎么样？今天好点吗？嗯。伯母，小凤，和我妈聊聊，缓和一下关系。嗯。妈，让小凤好好陪陪你，我和佳妮去那边走走。嗯，去吧。嗯。好的。走。祝您早日康复。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喜欢你的花。你先跟李欢同居，又跟叶家同居，这算什么？好人家的女孩会这样做吗？伯母，
我没有跟李欢同居，我们只是合租。佳妮才是适合我们叶家最好的儿媳妇人选，她的家世能给叶家带来帮助。一个贤惠、有美德的妻子，才是一个男人最宝贵的财富。你能给叶家什么？除了索取，你能给他什么好处？除了财富，我都可以做到。我们在一起很快乐。哎呀，快乐能当饭吃啊！快乐，非要说快乐，那叶家跟佳妮在一起才叫快乐呢。佳妮会拉琴，叶家会欣赏，你会什么呀？那个芬妮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她要嫁入豪门吗？在1个月以前，叶波已经跟一位真正的千金小姐订婚了。那么芬妮在干什么呢？芬妮在拍一部艺术片。何为艺术呢？就是托。在网络上和小报上，她露点的照片登得满天飞了，还什么国际影星？真正的爱情是要为对方着想的，你干嘛不放手，要这样拖累叶家呢？可是叶家他并不喜欢林佳妮呀。哈，你太天真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爱情是不会改变的？许多人都有初恋呀。几年后谁又记得初恋？哪个男人不娶初恋就不幸了？你还真以为有童话故事？真爱就是童话。你不相信童话，说明你从来都没有过真爱。我告诉你，在上流社会里，东西有级别，人也有级别。你配不上叶家。伯母，伯母，对不起，我来这儿不是惹您生气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管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都要跟叶家在一起。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去领结婚证了。小芳姐姐，叶哥哥，他小凤，小凤，叶妈妈没事吧？委屈你了。没有，我喜欢叶哥哥，从小就喜欢，只要他喜欢的事情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，而且我也喜欢陪叶妈妈您呢。还真是我们叶家辜负你了。叶妈妈干嘛这么说呢？我都明白，男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嘛，在外面跟女人玩玩，最终都是会回来的。爸爸跟 Uncle 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佳妮，放心，我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的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女人只要能够坚持付出，男人最后一定会动心的。他现在还在留恋那个女人，但是迷恋终究会淡去的。别灰心，继续坚持，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既然叶家这么不懂事，我们就来点手段吧。什么手段呀？生米煮成熟饭。妈，大哥大嫂，哎，妈，您说您这出院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接您啊。坐。快点过来坐。什么事儿啊？看样子你挺忙的。你这叫家庭冷暴力。什么冷暴力热暴力的？站住！肖正义，高伟。喂，
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缘分纠缠今生，却没留下任何可能。在前世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，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